炒，白色6號板。街走啊，上去啊，分下波先，分波先，係分波先，係嚟咗先，係啱啦，走，係。8秒最高。最大㗎啦！呢個。32分炒，白色22板，30分。5號板，黑色0號2分，22號分喎。另外分入。88板，22號2分炒，4號板。8秒最高。4號3分炒，88板。8秒最高。2分入球。冇人入埋啊！咩啊？
所以我撳咗佢冇。25、24。好吧，好吧。9。分子為準咯。係有時可以聽要寫歌，要得。8秒進攻。有3分嘅。26、27咯，而家。77而家。頭先係21叫佢嘅入水6分。因為分字孖咗。係咪有個21分喺度啊？有個21分嘅決賽。之後第二個咧？陸邊陽3分啫。啱啱嗰頭咯。啱啱陸邊陽3分，啱啱打翻嚟。即係而家分係啱。係啊，分子睇分子。咁分咁快嘅。我應該我撳咗2分，跟住佢冇detect到。撳到佢喐為止咯。我撳咗。上次玩嘅呢個。因為嗰個之前呢個分派出嚟。咁爆炸點解？如果唔係多啊，我都唔會翻嚟食 K。8秒進攻。5號。5分，天花換，天花換。嚇死我5分。我冇講即係炒，入一。
8秒最高。邊線 reset 14 20秒。而家幾多而家係28、29啊！ 28比29。28比29。咁而家咪28比29。